香港真係勢不可擋，我哋嘅巴里奧尼都未慶祝完勇奪酒吧界世一嘅名銜，轉個頭香港再下一城，喺世界50最佳酒店排行榜中，香港瑰麗酒店 Rosewood Hong Kong 登上世一寶座。點解 Rosewood 咁堅？秘訣在於貫徹佢哋嘅 A Sense of Place 理念，佢捕捉咗香港國際大都會、金融中心同西九文化藝術交匯嘅精髓，用超凡嘅設計同埋服務突圍而出。呢份驕人成績印證咗政府發展高端旅遊策略嘅成效。根據香港上海大酒店嘅報告，半島酒店今年上半年嘅出租率按年錄得雙位數升幅。高力國際亦都確認受惠於旅客上升同盛事活動，部分豪華酒店嘅每間房收入 RevPAR 錄得增長。喺政府推動盛事經濟下，香港平均每2日就有一個盛事活動，帶嚟嘅係高消費嘅旅客，都係 Rosewood 嘅最重要客源。由吸引家族辦公室同人才投資西九文化區，到擴大航點、提升機場效率，背後唔少努力都為香港高端酒店打造穩固嘅客源基礎同有利嘅營商環境。所以，當你喺酒店入邊打卡，望住無敵靚嘅維港海景，唔好唔記得，都係大家打拼出嚟嘅成果啊！